隆重兄弟姊妹，在阿妹都好，我祝大家平安、快樂、歡喜、身體健康，得上帝嘅福氣最好嘅。我聽到啦，都係在你哋日頭下講你哋講到呢個福音，隆重兄弟姊妹係內心疼下係你得到上帝嘅福氣。但係呢，因為嘛，在約翰8:12อันยัง講到啊，約翰福音第8:12อันยัง講到，耶穌講隆重人按到人疼。耶穌講：我都係世界嘅光嘛，今日我睇講你哋講到，耶穌講我都係世界嘅光，係嚟殺天愛呢係嚟殺天愛意思係講嚟殺相信佢唔會行出暗路但係得到光嘅生路即個在世間裏喺度，即個前面對於切家嚟講，即個啲。出係暗路，因為咪嗱，即個啲面前咪嘅發生，嘛今日在面前即個嘅暗路，但係即個係相信耶穌，即個唔會在暗路，因為個嘅福音講，耶穌講係嚟殺天愛，就係得到光路，因為耶穌世界嘅光，係嚟殺相信耶穌是個要光路行，在個嘅福音在詩篇記8:98:5樣講到，上帝嘅福音就係燈就係本我嘅腳蹼光路。上帝嘅福音就係有燈亮，本自家嘅腳蹼就光路，本自家嘅腳蹼行。嘛今日是間有上帝，或者是間有福音。上帝都係福音，福音都係上帝嘅誕生。是間有耶穌基督，或者是間有福音，福音都係自家嘅。燈亮福音就係自己嘅腳蹼嘅光路，或者是個聽耶穌嘅講，是個唔係行落暗路，或者是個要真理路行，透過嘅福音交出，是個唔係欠錯路，因為是個嘅上帝從頭到尾嘅啲，是個做乜啲到根本日，小做是個唔啲，但係在上帝嘅方面，佢前下嘅啲，是個猛跌下車。mang出xe佢度啲佢度安排將本設計係講即個相信佢是個天家嘅路，即個要公路行，即個公路熱天喺前面搭最好嘅公路，因為耶穌搭帶是個係得勝嘅路，公路係講要平安，要快樂，要得勝，要開心，要得到嘅最好嘅福氣，一出係公路嗱係後呢，設計要上帝嘅照顧，要嘅保佑，一出係上帝嘅公路。聽佢講，即個世間你唔係反，唔係叫，唔係笑，因為即個要公路行，聽耶穌熱天即個係得勝嘅路。感謝主耶穌，佢要本即個福音學做即個嘅公路，學做即個嘅光嘅腳蹼嚟行。成日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世間你喺度熱天即個要問題要乜嘅困難，你嚟到上帝嘅面前，進行嘅禱告一時，上帝嘅你同在，帶你去得勝嘅路。因為你聽佢係公路本嘢，要不平，上帝透過嘅能力，透過嘅變相一個平和，在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兄弟姊妹係要去禱告不平有問題去打呢個天法呢下不靈嘅主呢，上帝在耶穌基督祝福大家。